哦，咱即马开始吼，咱今仔日正式的课程啊吼。啊，我是布鲁斯吼，是今仔日的老师吼。叫布鲁斯就会使啊，毋免伤客气吼。啊，咱若有啥问题，咱就会当伫边仔的迄个开讲室遐问吼。啊，可能咱9点以后有人会整理起来吼，啊，一个一个回答。哦，啊嘛不一定爱我回答，我感觉拄仔就足好诶啊吼，一个问题哦，啊，就是有迄个。我用来代替我回答，吼，因为我本身南部腔嘛，啊，伊中部腔的吼，中华腔，啊，伊就较会晓讲吼，佮掠迄个美感，大家来分享吼。安尼，咱即个非常感谢啦吼，真正欢喜你会当佮见着你，然后我无想到会有遮济人来啦吼，哦，啊，表示真正是济人对咱的语文吼，佮真有趣味啦，吼，啊，佮有想要家己写字吼，啊。要继续互咱台语搁传落去吼。啊，咱即马4节课吼，拢是礼拜二啦吼，2号、9号、10日、23啦吼。啊，咱就是9点以后问问题吼，啊，问问题的时间就较自由吼。啊，即马暂时先莫问啦，可能你写了较慢，读了较慢，无要紧，下当开始你就会进步吼。安尼咱后一下，啊对，我小解一下啦吼。咱就是咱社团有咱是算算我伫即个社团的第一个学生啦吼，啊，即目前来甲我斗做助教吼，啊真欢喜，啊伊迄个啥，迄个导演片吼，伊拢斗相共足济啦吼，啊有咱是非常好的人啦吼，甲我斗相共真济，啊无我可能这物件我剩无几工我也吐无啥会出来，啊真正是有一个团队来甲我斗做，啊我先自我介绍，我叫布鲁斯啊吼，我差不多我伫。咧活动吼，伫迄个社交媒体活动的所在，就是伫推特吼。虽然我有迄个面册口罩，毋过事实上我无啥咧用啦吼。啊，有时有咧用啦，就无啥爱写。啊，我吼是安怎踏入来即条台本即条路吼？差不多就是2冬前的即阵啦吼。啊，我伫推特遐海吼，啊看到有人写，奇怪啊，这是啥物字啦吼？伊就是写白话字啦，啊我无了解，我也毋知是啥。我就伫遐想讲，这敢是较早人咧讲的台语哈？哦，啊台语是啥货？啊敢是咧写台语？我就去遐问啊，我就用迄个中文甲拍字啊，啊讲，你是咧写台语哟？啊你是咧写台语哟？啊伊就甲我教咧，吼，伊叫阿贤啊，哦，啊。我就讲啊，非伫我真应用嘛吼，啊无我来学看嘛会好啊。啊，拄开始吼，我是去找迄个阮查某囝的台语课本啊。伊阵啊，伊咧就是伊阵啊小学嘛吼，啊小学拢介绍有一礼拜一节的台语课，啊我就去找来看。我发现无介简单呢，啊就去遐背伊的迄个伊的声母韵母遐记，一直记。啊。总是慢慢安尼学起来，啊人过来人吼，就甲我讲，你下当毋免去看迄课本啊，啊伊就有人传一张白话字卡出来，迄阵啊是台语卡啦，啊台语卡我就咧看，哇，啊这来比迄你那课本好背遮尔济，啊是发生啥物代志啊我就开始学，差不多学2、3工啦，我就了有一个概念，我感觉迄真正足好诶，是安怎好？伊足准啦，讲着准是安怎准？就是咱即马咱所有讲话的声音，伊拢有法度甲你记录啦，这真正有够厉害。我阵偌欢喜的呢！迄阵我今年46，迄阵差不多44啦。啊，活到44，较知影家己逐工咧讲的话吼，伊是有字的啦。啊，冤枉路是行足济。啊，讲着这会当先讲等于我高中的时阵啦。我高中的时阵吼，有加减啊，就是讲较爱写作啦，啊，毋是讲偌老写，啥物投稿迄阵，投稿去互别人安怎互报纸啥物无啦。我就是想讲吼，会当家迄个啥，作文无，作文课啊，通写我家己的故事啊，想讲吼，阿公阿嬷啊，是讲啥物老爸较像的对话安尼有无吼？安尼甲写，啊，我就开始讲，好，啊，我即马我要讲一句台语，啊，对方要讲一句台语的时候，我要安怎？我就开始撒迄中文咧斗啊，斗，
看啊斗都无啥对，有诶音你就是斗袂大人，我安尼啊，哦无哦，好安尼就经过强要30档，才过来拄着即套白话字啊，嘿，啊，就问讲用骗毋知，吼，啊，即马我知啊，吼，啊，我了解啊，我了解伊诶好用，了解伊诶实用，了解伊诶功能有偌大诶时阵，吼，我就一直想要去甲大家小解，哦，啊，小解互大家知影讲啊，即套文字有偌好用，哦，啊，尾仔我伫推特啊，就伫遐，台语有字呢，我就一直咧甲大家讲，台语有字哦，咱会当写汉字哦，咱会当写罗马字哦，啊，伫踮遐宣传，拄开始吼，一侪人。都有甲斗宣传诶，伊拢足欢喜诶，讲台语拢有字，啊尾仔吼，我阁拄着黑米老师啦，黑米老师家己一份讲义等互我，伊讲这互你参考看卖啊，我讲这是啥货？啊伊甲看啦，一本薄薄啊，伊其实是电子诶档案啦吼，薄薄啊，差不多30几页啊，我迄甲显诶哇，惨啊，夭寿遮厉害，伊30几页吼，伊遐物件吼。差不多把所有台语的足基本的物件、基础的物件拢总有写着啊，嘿，哦，啊，我就欢喜甲，我就开始自迄阵较开始有系统吼，去甲迄个台语规个甲伊，怎样讲消化吼，啊，去得着讲啊伊规个要哪甲处理好势，吼，迄个渐渐来，嘿，哦，啊，即摆咱个讲转来吼，啊，就是我伫推特的历史啦吼，啊，是我去接触着台语文的。历史啦吼，啊，即马安尼一直过，啊，我就伫遐宣传，啊，就讲台语有字，啊，就一直宣传，啊，一直做，啊，问我做，啊，其实你到尾啊，你开始咧写罗马字的时阵吼，你甲你认同的人愈来愈少啊。安怎讲？因为因开始看无啊啦，啊，就无法度，啊，就开始看无啊，就毋知咧写啥，毋知咧写啥。啊，毋知写啥时阵，啊，就慢慢迄种人咧甲伊斗宣传吼，咧甲伊转文的迄种比例就愈来愈低啦吼。啊，无法度，啊，就有啥物就较淡志，啊，我就开始去愈别项工课啊。我怎爱走去看，世界看阮台语的消息无？啊，看到林俊玉吼，伊是迄个甲迄个台语大书店吼数位化的人啊。啊，互大家当伫线顶查字典的人，伊叫林俊玉。啊，伊迄阵拄仔要拍一本圣经啦吼，啊，就是阮仔是较古早的。我话讲，拍字我会晓，啊无我来试看卖好啊。啊，我就安尼讲，我甲讲，我敢会当拍，因为我应该是会晓拍字啦。啊，就拍吼，拍落怎？差不多2/3的圣经是我拍去的啊。我就交互伊，我欢喜喜。啊，我讲好，安尼结束，我要来做我的代志啊。啊，伊讲袂使。你有这个心吼，啊，你该继续做落去。结果伊就等迄个萧平李老师的迄个台湾俗语生甘甜来互我做啊，我叫我爱掠看内底有啥物毋对无啦。啊，所以其实我开始搁接触到这个工课时阵，啊，就慢慢一直咧做校对的工课啊。哦，啊来，我就差不多安尼一直时间一直经过，差不多当半的时间吼，差不多一档啦，差不多一档。讲人咧考台语认证的，哪有这个物件？我讲啊，我要签的，无爱考。啊，过差不多3个月吼，人讲这一档2遍的，讲安尼哦，啊无好啦，我来考后一道的，我就开始有准备嘛吼。结果我考煞考着C2，我家拢惊一条啊，啊可能考运也较好啦，吼。C2等下我甲恁讲是啥物啦吼，就是差不多我学台语1档半以后的代志。本地吼，我是有想要互大家同学吼，因为我本来想象的是讲，咱着收少少人吼，啊，大家当哪开讲哪学，足欢喜。啊，大家吼小解一个，自我小解一个，足好诶，大家熟悉。啊，尾仔人愈来愈侪，我发现讲，若一个人1分钟啊，就下课啊吼。啊，所以这个代志就无法度，啊，咱可能下课以后，若有时间吼，大家要开讲欢喜，吼，啊，咱会当斗阵开讲，啊，这种 OK。咱台语认证吼，伊就是有全面台语认证啊吼。啊，咱小解一下吼，伊有3种啊吼，第一种我拄仔讲过。啊，是先台甲迄个理工局办的啦，吼，伊是台湾上久的台语认证，吼，伊即个时间吼，佮超过教育部的认证，伊比教育部较久，吼。啊，伊有分2种啦，伊有白话字版，甲教育部罗马字版，吼。即个白话字吼，就是咱古早传教士吼，因为着要吼用圣经，互大家来读，吼。
创造出来一套语言啦吼。啊，教育部吼，伊是因有的人讲伊叫做台罗啦，我讲叫伊 KIP 啦吼，伊是较尾仔的吼，伊嘛是共款是一套罗马拼音法啦。啊，白话字甲教育部的，你两种只要会晓一种就好啊。吼，你会晓一种，你通啊了，你另外迄套你就看有，因为伊是换几个母音甲主音尔，所以两套其实有相通。你若一套有识吼，你另外一套你就看有。哦，所以咱教育部的部分，咱就无爱搁加讲。我主要要讲白话字。吼，伊是无分级啦吼，伊用分数来分有6级。哦，上界低是 A1， 上界悬是 C2。哦，所以我是考到 C2 啦吼。这毋是咧讲我足厉害，我是要甲大家讲一件代志。我44岁的时阵，就是迄2当前的迄个时阵，我是一个毋捌字的人。我倒来故事讲互恁听。当半以后，我去考认证，我竟然考到迄个上关级的。运气考也可能有啦吼，但是我感觉是对我一个足大的肯定。啊，大家嘛会当用我即个例，吼，就是讲，你有要做无？啊，你有要读无？你有要逐工写无？哦，你嘛有可能会当到即个地步，到即个C2，嘿。再来吼，咱来讲白话字检定啊吼，伊个是先代甲迄个中老教会因两个共同办理的啦吼。啊有 A、B、C 卷，啊上界悬的是 C 卷，C 的等级是上悬的啦吼。其实这我考无过，所以我今年搁要考，今年先代考试我嘛会到吼。我就问讲我某问讲要考无，伊讲。你会使带我去遐食物件啊？台南物件足好食啊！我是高雄人啊，有影近啊，我想讲好啦，就500块，搁带我某去佚佗安尼吼，当做去游览，安尼嘛袂歹。所以我今年会搁加考一遍啊。咱教育部的有一个较低路的，就是伊甲你写闽南语认证我基本上我无想要考闽南语证书啦，我真正无想要考啦，因为我本身对迄3个字足感冒的啊。是分3级先代我搁解说一下因为教育部伊是分3级，伊有3种考卷啦先代是安怎？伊是去考了互你看你分数几分，互你400，就你对迄个成绩的迄个标准你就走去要对一级安尼教育部是A 卷你若有过，你就 A 级B 卷你若有过，你就 B 的C 卷你若有过，你就 C 的伊是加中悬3级啦伊是 A、B、C 咱即摆我有甲大家讲爱用迄个拍台语输入法啦，毋知台湾手机拢有装无咱即摆甲你的机刻出来找一个你空白的所在咱开始要拍字啊，咱要拍今仔日的第一句台文啦恁手机扫出来未？应该是有准备一下，来咱来拍，你着伫遐拍英文你的迄个用迄个英文甲试，你拍 GAUCHA，你会看到啥？来，咱来看卖是毋是下骹你会看到汉字老早对无？你会看到老早嘛好，安尼恭喜你已经会晓拍台文啦，咱今仔课决先会当结束，毋是啦就是讲，其实要互恁知影讲拍台文毋是一个足恐怖的代志啦因为即马时代咧变啦科技的时代，咱用科技的方法来处理代志有一寡较麻烦的代志，咱会当先交互手机去处理，因为科技的物件会当互咱做者帮助我拄仔讲过迄个老早你搁甲迄个老早下骹有汉字，你就看有即个迄个老早甲试落去，你的台文你就拍出来，足简单啦咱搁来试一个第2个TAIOAN 你甲拍 TAIOAN 看卖啦是毋是伫第3个所在？你着看一个台湾的汉字对无台湾汉字即摆要安怎？你搁甲迄个所在试咧，你个啥台湾你着拍出来其实你毋好甲伊当做足困难的啦，足简单的啦。咱即摆要教的物件足简单，我一定互恁一个观念啦，因为咱本身会晓讲啦。咱毋是咱咧学英语，迄外国话咱从细汉拢无听过啦。咱咧讲的是，咱咧拍的是台文
是咱从细汉开始讲的物件哦，咱早就会晓讲啊哦。哦，啊，咱再来试一个啦吼 ，TAILAM，啊，恁会看到啥？跳出来第一个就是台南嘛吼，啊，所以其实这无足困难啦。啊，就讲个老师啊，拢咧讲诶，我哪会知要拍 TAILAM 哦，这免烦恼啦，因为我等下教，这真正无偌困难哦。咱就豆豆仔来，你逐工练一点啊，逐工练一点啊，你就愈来愈通哦。啊，语言种物件足实际啦，你互伊偌济时间，伊就行你偌济哦。啊，即摆问题是，咱要互咱家己的母语偌济时间哦，对无吼？啊，我鼓励大家啦吼，互伊较济时间诶，啊，咱来甲练好，哦，啊，咱即个社团足优先哦，会当一直甲恁教。啊，咱吼，咱来讲咱的白话语啦吼，咱先来讲伊历史啦吼，伊这是150年，150年应该是有少，应该是150多年啦，哦。啊，咱来讲伊历史啦吼，啊，咱分4部分吼。台湾府城教会报、台语圣经吼，啊来外考看互学吼。咱白话字的历史甲由来吼，伊是种用罗马字吼，罗马字是啥 ？ABC 啦吼。啊，咱来迄个拼出来这种台语的吼正字法啦吼。伊是19世纪的时阵吼，是迄个基督教的长老教会吼，因设立吼，啊要推行的一个文字系统哦，所以有人叫伊叫做教会白话教会白话字啦吼，啊搁有教会罗马字拢是啦吼。啊，伊是台湾，咱台湾吼，因为人要传教嘛吼，啊就甲迄个白话字起来，互咱台湾人使用啦，来拜托咱使用啦吼，啊咱来甲当做好朋友啦，哦，啊咱教会罗马字吼，上盖早是伫马六甲啦、南洋遐啦吼，按是用迄个漳州话的罗马字啦吼，啊是一个吼，我嘛毋知伊是啥物人。不要紧啦，吼，了中文大家拢看有啦吼。啊，较重要是1865年马纳多医师吼来台湾吼，啊伫台南设立吼传教本部，啊开始白话字的推行啦吼，按这是回基出来啦吼。啊，咱来看台湾府城教会报啦吼，台湾教会公报啦吼，这是啥？这是台湾第一份台语报纸，干嘛呢尔？毋是啦，这是台湾第一份报纸啦，哦，这是真正是了不起的代志啦！啊，说摆吼，我其实足尊敬遐个传教士啦，伊互咱台湾人伤过侪物件，尤其是台语这部分啦吼。啊，当然因病院啦吼，啊种种的救济啦，啊甲抗争啦吼，就是像伫迄个国民党的时代，因也保护过足侪党外人士啦，所谓的迄个异议人士啦吼，因也有保护过啦吼。啊，即摆即份报纸是1885年啦，吼，7月12吼，伫清国的时阵啦，吼，啊是巴克咧，吼，伊创办的台湾府城教会报，吼，啊，伊才有讲着讲吼，有好的教育的人才有法度读册写字啦，吼，啊，所以伊即摆用一个足简单的，互大家人拢会当来读册写字啦，啊，像越南吼，越南经验吼，伊就是用，伊嘛是用罗马字。哦，所以有人讲白话字做成越南文啦，越南音吼用差不多20-30年的时间吼，为互伊白话字普遍化。哦，啊因本地因是分亡足侪国家啊，哦，其实咱较早的台湾嘛是啦，读册人就好个人较有通读啊，毋是像咱即摆遮好个时代啦。哦，啊伊这1932年改做今仔日的台湾教会公报，哦，啊伊1973变做周刊。啊，中有一段历史啦，就是伊中有一段时间，伊怎无法度用白话字啦，是安怎吼？国民党甲禁啦。伊讲恁袂当用白话字，哦，所以我较会到今我毋知影，我较会到前2当前，我较知影讲台语有字，因为大多数的人拢毋知影台语有字啦，因为国民党无爱互你用啦，足简单的啦。啊，伊佫没收圣经啦，吼，种种的故事，咱会当有机会咱再来分享啦，吼，啊，莫今仔莫讲到遐尔济。啊，这教育公报伊讲一点足重要，吼，伊讲汉字足歹学啦，足歹学啦，汉语是安足歹学，你甲想看觅吼。咱汉语即摆用足够用诶，毋过咱读偌久，对无？国校啊、国中、高中到大学都咧读国文啊，对无吼？偌济当诶时间，哦，啊，伊这
罗马字的部分，讲真实的，差不多可能3个月、4个月，你就拢总通啊，你只要会晓讲，你就写会出来。甲汉字的困难度差伤济啊，你汉字你搁爱背足济奇奇怪怪的笔画，像久啦、笔啦，是毋是拢有够歹写的？久的罗马字要哪写 ？KU 啦，2字尔啦。笔咧 ，BIH 汉字真正无好学。咱要先甲伊普及，咱就是爱先用白话字。伊即马即份报纸伊有记载当初的政治、军事、经济、交通民情啦我搁补充一下即份报纸到今搁活咧，伊搁咧发行咧。即马最近嘛渐渐搁开始咧恢复白话字伊即马有开始咧用啊咱来看即张啦，有看到倒屏上啊顶悬德恩堂有无这大家拢改成拢足捌的啦，大家拢知影德恩堂爱配目镜的嘛。毋过较早的德恩堂改成是咧卖药仔的这是1937年就是教会公报内底的一个广告这是阮高雄打狗啦的广告内底是白话字白话字是去互禁止使用，毋是无存在过无存在过毋是咱即几年较尾发明出来讲台语有字无啦，早就有字啊，足久啊尔，咱毋知尔咱讲台语的上好是咱嘛来写咱的字啦，莫互。其实我要讲一句较迄落的啦，一个语言若无文字，伊敢留会久长一个文化，伊敢留会久长。你一个文化若要拢互伊无字，伊早晚就灭绝啦，就是安尼尔。你有字你阁会当慢慢去恢复，你阁会当去看遐个册你若无字，就是拢损拢无我会当读一点点互大家听啦我读补习员啦你看伊倒屏遐拢全部白话字，有念一点汉字无毋对补习员啦讲无论男妇老幼啦病后、产后失元气的甲下梢的我有啥这啊读无啥清楚，我就甲量带者啦下带的食了较济大功效啦药寒热腰饱，干那食也是配盐水，也是啉拢好啦一日食3摆，1摆2钱重即项药好食便宜利便，免欠呛免欠呛人家号做善香人的补药啦即摆改成今仔常常变做卖药仔继续啦端倒济位搁再三来注文10斤规10斤啦当爱互普及啦小卖1斤1块6，5斤6块，9斤10块，免送料啦送料就是啥？宅配费啦所以下骹搁有一个7厘散啦小儿寄保散啦，听这药名拢介趣味啦搁有美国的，迄阵嘛是重阳美国妇儿歌啦7厘散毋正囡仔甲染心大人的胃肠幼药1磅2块4因较早是算磅的啦，介趣味来互大家了解者咱拄也讲到圣经嘛这是书段摘录你会当看伊的迄个汉字啦伊是1925年的迄个册白话字圣经你来看1873的马雅国版本啦就表示讲咱这物件拢是存在我会当读一个互恁看的就是讲咱对迄第8条遐开始7、8、9嘛8做话则为准，莫得恶言，因为要求的大声，恁欠用的爸已经知，安尼祈祷就讲，阮的爸住伫天里咱先读到遮啦就表示讲咱这是会当读，咱感觉讲读起来怪怪因为伊这较下门迄边的腔口啦伊做话啦咱可能讲济也是讲做莫得这拢是较无咱遮咧咱即马现代台语咧讲的总是我有法度读啦你若白话字学了，你嘛有法度去看遮历史文献啦这是客语的啦莫讲白话字拢敢对台语足好啦伊这是啥咧？伊这是客语的，所以白话字也是有
一套是会当专门应付客话啦。哦，咱读迄个正平顶悬上大字的，伊是马太哦，我约的啦，后壁莫甲我笑啊，我毋是因为我毋是客人，福银福银我约的啦所以伊是会当去用伫客话哦，伊毋是敢台语尔哦。所以你即个物件，咱的台语的白话学会晓，咱要学客话会加足好学的啦，因为伊迄就是飘音嘛，你着音一看就是啥物音就啥物音嘛咱就有法度做即个代志。咱即摆来看迄个内外科看护学这是台语发音的白话字啦伊是第仁寿医生伊所写的19171917这足久啊已经100几档啊啦伊内底有675页伊内底写的医学知识甲当时的世界是水准是同步的这甲咱讲啥？咱台语敢是一个无水准的语言？伊毋是啦伊是甲迄阵的世界是同步的啦是咱伤久无甲伊使用啦，伊去用禁伤久啦有电视的时代台语的节目改成一工改成1点钟尔啦剩的拢总是中国话啦咱即摆来看这啦伊这有图也有字啦所以咱会当来了解这个事实，就是讲咱的台语是非常好的咱对家己有自信，有自信心安尼咱等下小解密语的功能啦咱开讲时会当问问题啦，问问题是安怎呢？有时阵你台语都袂晓讲你甲我讲华语你要倒去查无的时阵，你只要安怎查就查无，你阁想袂着台语要安怎讲，其实嘛当三来才问啦你录音嘛当问，也是讲你一个台语的你看仔字你就拍袂出来，你就要讲遐台语你拍袂出来，你嘛录音嘛，就是讲我准讲啦风神这3个字我拍袂出来，你就讲请教大家风神要安怎拍，咱就甲你教嘛，就足简单的代志等下再小解一下黑米老师的讲义啦佫有我当初自学的流程啦咱佫有一个档案库叫做台语庙埕啦等下今仔日主要要上的就是白话字卡我代表打狗台语开讲社，甲大家再小解一下啦这是阮打狗人组成的一个社团啦伊逐个月有台语的讲座打狗台语开讲会伊是一个月一遍4个人4趴故事且无共的讲者，无一定是老师啊啥货，就是你想要讲台语的，你有一个主题的我要讲阮兜的猫安怎，阮兜的狗安怎，我做包煮菜我安怎的遐大家分享10分钟佫有台湾博览会啦目前有做3、4支影片阿勇啊访问啦感谢咱派情伊边伊有活动放送有访问过阿勇电力管部长陈柏伟佫迄个火弟啦佫有台语小借问台文的读册会1礼拜1遍，台语文的教学迄个黑米老师会上佫有来听台语囡仔鼓啦台语的话本即摆佫有小少台语家庭出去佚佗的啦安尼咱目前感谢 Angel 啦好，咱即摆来小解密语的功能啦咱即摆咱来看即个倒边上顶悬即间厝的所在就是你口罩入来，就是你试的，就是你的主页，你本人的主页即个第2个即个即个就是你所有的开讲室像我下骹我有甲派情啦 ，Angel 有开讲过话再有一个轻松来学台语罗马语这就是咱社团你要先试即个对话所在佫试即个即个轻松来学台语罗马语即个所在对吧介绍小弟有无咱已经看到有朋友已经咧留话所以遮有一个功能啦这会当图、档案、录音拢会使咱来看社群的部分啦社群的部分你要试甲遮试这4粒的，你要先试4粒的较紧咱搁复习一遍，这足简单你先试即个对话你就通去看你甲谁对话你才有联络人甲社群咱就入来开讲室4粒的咧，4粒就是咱的迄个社群的所在社群的所在像轻松来学台语罗马语遮伊拢总是
教学的档案，咱来看这第一章啦，第一章就是讲，这就是人讲的自定文啦，所以我今仔来讲这个白话字卡。对啦，你画面拢看有吼。咱台语的声母韵母，咱先介绍啦伊足侪拢是甲注音共款啦，莫烦恼啦，足简单的啦。但你若看第一张，你会感觉足简单的啦。有一点甲恁先讲，就是讲，千万毋通用英语去发音哈。你若用英语去发音你就错开啊，你无学袂开，因为这是台语的音伊的音，伊毋是英语的音这爱会记哩。你千万毋通用你英语学会晓去读咱的台语罗马语，迄无效，无法度阮遮就是讲我就是顺续要甲恁教讲我即套设计即套迄个教材是要安怎使用啦主要就是要利用迄个拍台语的输入法一直拍，你声母韵母你就记起来声调嘛是用输入法来斗记啦。你拍久了你就渐渐熟啊，熟了你就会啊逐工拍一句，逐工拍一个字你若坐讲了你就好啊。你若较拼命，你毋免一讲一句，一讲一句是伤少啦。我较早咧写拢一讲一直写，嘛咧写啥货一直写咱使用的教材就是我的老师吴希美老师的台语文台语基础教材啦请家读了你若是这个内容你拢理解，咱课程就会当结束啊当然你会当，你若即礼拜用啊，你就是会当先家己看咱来看一下即个台语文基本教材啦伊点入去就是安尼所以咱对遮有无？即个连接点入去，你就看到希美的教材啊这会当会当下载会当download啦伊是 PDF 的我即马因为希美的教材就是伊总是伊足好啦总是无声你台语若无够好诶，你都看到伊，你都读无你都失败啊，对无？迄是较食力诶所在，毋过放心啦。我遮下骹你来看即个，我甲缩较小一点。你甲缩较小一点嘛即张是白话字卡我等下详细讲，即马先甲恁带一遍伊这下骹拄仔遐甲点落伊有录音啦。我的声啦，声母的部分你录音放落。这我拢有录音啊，所以你读袂出来物件，伊就录音，我就录音咱遮有练习啦咱搁再看第一个字顶推啦会使照我这一步一步来，过来就是公车站丢小晓练一下声调的伊有乌下无注音第一部分、第二部分，伊有一拍一拍，咱就照一拍一拍落来练习就好。来台语的第9条啦第9条这也趣味因为我即摆先用念的，到时我会详细讲台语的轻声变调啦就是你用输入法对咧，家己拍出来就好，安尼去了解讲大家声是啥物款的所以伊遮就有足侪，这种是教材这是陈明云老师拍远的故事啦这是当初就是要设计互国校的囡仔要去读的啦所以伊这是有哪介简单，你若是对台语对文学有趣味还是讲要加读寡文章看一寡台语的开口，拍远的故事我后尾真正赞这是轻声变调啦你安尼甲撸落来你爱去点即个看较早的评论即个所在，你甲点落拢有声啦。你来看即个即个三角的，搁一个圆箍仔即个，你就会当甲play落去，play落就是有声我拢会读到时阵你若搁有其他的问题，拢对一只看无要紧，我搁来做大家拢看到有为止这就是差不多安尼啦这嘛是算教材的部分啦你这 play 的咱遮
像公车站场设置，我是拢有读互大家听，啊，所以你会当来做练习。啊，你拍台语若是拍袂好势这阿勇也有教我有甲伊用出来。啊，你若嘛是会当去听讲别人安怎教的，台南妹仔安怎教的，我都用等伫遮。啊，食饱未是阿勇啊，伊设的一个迄个网站啦，就是讲你会当随在你欢喜去遐讲要写啥物款的台文拢会使，你要写全罗、汉罗、在来语，随在你写，欢喜就好。啊，内底就是主要一个重点，就是伊是全台文的一个社群，啊，这是李老师的教材，啊，咱搁跳转去讲一个这我的世界遮，我毋知恁的界面是啥物语言啦，啊，你若感觉你爱看中文你甲这拖到上下骹遮注意着无？这会当换做中文啦，中文香港的伊这试了有做侪种的啦，英语、日语啊无简体啊，毋过我想应该是无人爱拣简体的啦咱即摆甲介绍第二个社群啦，台语庙埕啦。啊，即个所在就是讲，逐个有啥物话想要讲的，拢会当来遮发表啊会当答，有一寡较重要的活动像即个啦像这个最近发生的代志，台湾通信30档的纪念奖啦啊咱小解者第一个阿勇嘛，地龙光先生台南妹啊啊，再来是阮老师啦一定要请叫虾米啦啊，再来是单位老师啦，蒋维文教授陈鸿辉教授毋教授啦，单位老师啊，即个火箭阿伯，啊，再来歹势哈，因为我刚咧准备教材我无看啊，这大家当看卖，当听看卖啊，这是阿勇的迄个台文手册啦伊知影我要上课，伊嘛分一份互我啊，我嘛是放伫遮互甲大家小台一个，然后趣味会当去听看卖，会当去现看卖。啊，这是台乐会，这台乐会嘛，要甲大家介绍一下。迄个若有缘有志甲迄个台乐会的网址分享，互迄个大家知影一下啊，因着请一寡老师级的、教授级的像这个学检教授啦伊咧讲台语的语言政策啦这足较酷的。啊，其实你听嘛是真赞啦啊，咱台语的人要安怎去争取咱的工作的机会啦甲教育的空间啊个对啦这蒋维文教授的迄个汉字文化圈的脱汉运动啦这我想要甲伊当做咱今仔日的一个补充的教材希望讲大家当去听看卖，因为这个蒋教授讲了非常的好，伊甲白话字讲甲足清楚啊，伊有足侪例我感觉这非常好啊，你来遮现啊，拢会现着足侪算讲较大师的一个迄个演讲啊，咱即摆就无爱搁介绍遮啦咱有问题咱会后咱较搁继续讲咱即摆要来正式来讲即张白话字卡来，咱来先来看这啦白话字卡伊就是有声母、韵母啦啊甲韵尾三个部分啦啊你就是声母、韵母斗，你就变一个字啊恁敢有看到？其实有看到一寡足亲切的物件这叫波啦，这叫坡啦，这叫摸啦，这叫刀啦啊煞毋是拢咱国小咧学的物件啊伊差伫底，伊差做伊变做 P 甲 PH 甲 M 安尼尔啦这个 P 甲 PH 甲 M 这就叫做波坡摸啦，伊下骹拢有互咱知影，伊就是波坡摸，对无？对咱看到这时咱就无烦恼啊嘛，伊根本就波坡摸，咱哪有要烦恼啥货咧啊，我只有用红箍仔考起，就是因中文内底无的音啊，所以不要紧，咱对头开始啦互大家了解一下。像这个波啦啊，这是本有无？咱若台语较好你看这个，你就知影讲这是本啊，本是要怎斗？我读互大家听，波啦波温本就安尼尔莫甲想要妖魔鬼怪，伊足简单啦波温本啊，这个叫做坡
啊，这是派，我派你去创啥个派哦？破爱派，我先无爱甲恁合音啦吼，叫做破爱派，好字嘛袂要紧啦吼。伊这是你若是无声调的时阵，你是第一条破爱派吼派，第一条派派派，第三条吼。你即摆声调较袂熟的，无要紧，先互恁知影讲，哎，合音是安怎好，叫做破爱派安尼尔吼。你要看即个么哦么哦么啥？咱即个汉语叫啥名嘛？么爷名嘛？哦么爷名有无？就是安尼尔哦。啊，你合音要怎好？么爷名嘛吼，第一条名，第五条，哦，咱即个名就处理开啊，哦，无大家想遐简单，哦，啊，即摆红箍啊，你都惨啊，无迄个注音烦恼啊，哦，这叫无啦，无吼，哦，啊，这个无要安怎？放心，因为我拄仔是毋是甲恁讲下骹有录音？迄个咱的空间内底有录音，咱的迄个社群内底有录音，你著点起来听，你嘛知伊要怎读啦吼，叫做文章的文吼，无文第五条吼，啊这个来注音都来啊吼，啊你著甲记开嘛，倒 A 哦，倒 A 第哦第七条吼，第七条啊对，啊袂甲恁讲吼，咱先跳落来下骹讲者哈。哦，咱即马台语吼有七条啦，啊，啥讲有七条？伊明明写到白，啥有七条？因为第六条无咧用啊啦，哦，啊，咱台湾佫剩有咧用第六条，可能是鹿港腔，因为我对即个所在拢一直无解释啊，因为我袂晓即个第六条，现代台语就无啥物第六条啊，嘿，哦，啊，咱互大家了解者吼，第一条。啊，所以伊调安怎算？一两三四五无六啊吼，一两三四五七八哦。啊，我知影第六条有咱迄个菲律宾的人搁咧用第六条吼，伊迄叫做，因遐是甲台语讲叫做咱人话啦。我捌听伊讲过话，啊伊就足酷的，啊有点仔像鹿港腔，因的讲的音拢介悬吼。啊，咱再继续看这调符啦，第一条无免拍调符啦吼，第二条就是遮呢一撇啦。第三条就是撇正平啦吼，第四条嘛是无一撇啦吼，拢无调和，毋过伊差伫对，伊是迄个KPTH 啦吼 ，KPTH 做尾吼，伊叫入声哦，这就是第八条，第四条吼，啊第五条是悬悬像个山诶，哦，这第五条尖尖诶吼，啊第七条是一支平平，这支吼。伊就是安写，啊第八条是一支直直的吼。咱即马搁互大家小可了解者，恁即马记袂开无要紧啦吼，你慢慢查，慢慢记就好啊。你也无可能随时就记开啊。哦，咱这话讲到遮啦吼，咱拄仔讲啊讨哦，啊这有注意那个简单啊，头边那偏啦，讨熬头啦吼，讨熬头就安尼尔，讨哦，讨熬吼，讨熬。啊你讲后壁遮袂晓，啥物有啥读做凹啊？我毋知影吼，毋知影要安怎，不要紧啦，咱先对哦，这声母开始吼，咱韵母遐吼啊，还是韵尾遐，咱慢慢来教吼。讨拗头哦，讨拗头，头，第五条哦，这个呢嘛吼，n 就是呢腰吼腰，这就叫腰吼，呢腰鸟哦，无啊嘛，免个好音嘛，伊就第一条就是鸟啊嘛。哦，啊，这个来是了爱来，第五条哦。啊，这英语你若要用英语看，你着即个 K 甲 KH 你一定错开啊。诶，你会感觉讲是咱发音无共款，你哪会遮奇怪？无啦，我无足奇怪吼，是你爱照台语的迄个发音法去发音啦吼。这是歌优吼，球吼，啊伊是球嘛，球你的球嘛吼。球啊，第五条吼。咱即摆要看这个科吼，啊，你要去倒位的去啦吼？去，哦，无够去啊，去第三条尔吼。可以去哦，啊，这好以喜哦，欢喜的喜吼，啊是第二条吼。
啊，即个啦，即个 CH 甲即个 CHH， 大家可能就较无看过，啊，袂要紧吼。啊，这也共款足亲切，这叫甲注音袂合诶啦，吼，一个叫知啊，啊，一个叫吃啊，吼，知 A D 啦，知 A D 吼，就第一条，吃有出哦，出哦，第四条出哦，所以你的头到尾你着倒开，啊，着去啊看伊啥物音，啊，就像咱国小乌鹅我吼，波翁风吼。迄种感觉拢共款诶，哦，咱着换做吃有出尔，哦，啊像第二个，我先读这个吼，这个 S 诶，互恁听，斯阿沙啦，斯阿沙吼，甲咱国小咧学注音诶时阵拢共款道理诶啦，吼。啊，即四个口楷如果无注音啊，会惊，毋免惊啦吼，你听迄个录音就会使吼。这叫做日啊，日吼，日哇热吼。热吼，迄高雄腔啦，啊拄啊中部诶朋友咧抗议啊吼，我着甲热吼热第七因较成第七条吼，调子较成第七条，热甲热吼拢会使吼，啊伊是第八条哦，你无当做啥物别位腔口拢无第八条哦，敢有第七条，迄毋是安尼哦，哦，逐个拢有第八条，是讲逐个第八条诶调子无共款，调子是啥？就是你音的关度无共款啦吼，哆来咪发嗦迄个音的关系无共款啦吼。来咱读这个吼，这个吼，这个叫做歌啦吼，歌这落音，落音即马足侪人拢已经无去啊，哦，啊这较注意诶，因为伊的我会读做哇啦吼，哇啦吼，哦，哇过来哇，啊毋过迄个毋是哇啦吼，因为有时啊因就袂晓写台文，伊会写 WA 啦。毋过都毋是安尼写诶吼，咱是讲我我吼，吼我吼，这个音，你若是台语无够好诶人吼，你会较发袂出来，毋过毋免担志啦吼，因为即种金马你是爱练习背，你较有法度逐渐甲发出来哦，啊，这甲大家鼓励一下，你若真正即个你就是处理袂来，你就逐工甲一个就好啊。啊，佮台南妹啊，伊有用一个足好笑诶方式啦，伊像咱落喙有无？爱甲一喙诶水吼，哦，放入吞落去喙，啊，但是你无吞落去腹肚哦，哦，啉落去，啊，莫落去腹肚，爱着像咱咧落喙有无？吼，迄个声，迄就是啦吼。啊，来咱来看即个 NG 啦吼，这叫做啦吼，第七条哦，哦，啊，即个足简单诶，就是英语诶英吼 ，eng 读着发作英哦。好，啊，咱即马入来到即个文母诶部分啦，哦，所以伊是哦，咱足简单，即若有日文诶，着了啊，拢真好了解吼。伊是 R E U A O E 啦，吼 R E U A O E 吼。啊，即个 O 甲 E 吼，即高雄腔甲台北腔有个无共啊啦。因为台北腔诶时阵吼，伊诶生蚝迄个蚵仔有无？阮南部会讲蚵仔啦，啊因诶音会较像蚵仔啦，啊毋过爱听起来甲咱诶迄个啥炒蚵诶蚵仔冰诶迄个蚵仔会共款啦吼，一个是海产，一个是山产啦吼。啊这因为我本身吼，我对伊台北诶腔口较无遐熟，毋过袂要紧，咱只有台北诶大师伫诶啦吼，会当甲你。其实台北人因是听有即个 O 甲 E 因诶差别，啊，阮下港人因为无经过训练，较听无。我若去台北住2搭，我可能就拢分会清楚啦，哦。啊，所以恁就是爱去吼，可能用伊来甲恁斗相共一下吼。你去想讲你诶蚵仔吼，哦，迄个蚵仔，恁是讲蚵仔还是蚵仔诶啦吼？哦，所以分伫即个蚵就是安尼哦。啊，即个蚵是拢共款啦。南北共款啦吼，啊，咱来讲文尾啦吼，哦，啊你这其实毋免伤过要义啦，咱直接读下骹就好啊啦，规定 AM 就是安尼读啊吼 ，AM 就是安尼读 ，AM 安怎读 ？AM 的暗啦吼，啊爱其实爱合喙哦，吼
暗，安那暗，第三条吼暗，即个啥？平安的安啦吼，你安心啦吼，安哦，讲着安心啦吼，就是伊心是 SIM 的心啦，毋是 SIN 的心啦吼。啊，所以你若读毋对，你会变安心啦吼，诶，啊，足侪人诶，伊诶心会变做心啦，因为伊无合喙啦吼。哦，所以这个 M 这个所在要合喙爱记诶，哦，所以这第一个叫暗，第二个叫安，第三个 ANG 啦吼，咱用 ANG 就好啊，咱莫搁听开啊吼，就是红吼，就是红吼，这安尼读就是红，红就是第五条，红哦，再来这个小 N 有无？你甲注意哦，伊是写伫大字诶顶管加一个足细字的 N 啊。哦，伊写伫遐，爱代表啥物代志？拼音啦，啊，拼音是啥？拼音就像迄甜甜的甜有无？甜吼，你若无拼音，你会变啥物货啦？变低啦，低有无？小猪迄个低啦吼，啊，啥哪会变低？啊，啥你低会搁加拼音会变甜哦？有一个撇步啦吼，你先讲低。啊，你搁家你的片仔吼，小可甲读的啊是安怎吼？你若一开始片音较用袂出来，啊，你就当下你的片仔先片腔念的，哦，你讲滴，啊你讲一半，你甲迄个片腔念的，你会变滴，吼，我搁试一遍互恁听，滴，吼，就安尼，哦，迄就是伊迄是一种片音，吼，啊，你若一开始搁无法度真好的体会，会当试吼老师这个方法，哦。啊，尾倒来，即四个是上间硬斗的代志啊，吼，这叫做入声 PTKH 啦，吼，伊这主要拢是喙型啦，吼，你发音到尾啊，停伫啥物喙型啦？来，我先读第一个啦，吼，大家看这，你若台语较好诶，压力个压嘛，吼，无啥问题，吼。啊，你来看 AP 要怎读吼 ，up， 哦，咱有合喙哦 ，up。哦，这个声甲记起来，啊，大家嘛当伫电脑头前练习者，啊，哦，啊，这是踢加球的踢啦，吼，拖，吼，拖，伊头前有拖嘛？你有看头前有拖无？哦，你可能袂记，袂要紧，头前这个就是拖，吼 ，TH 是拖，拖啊，踢啊，哦，啊，哦，啊，长的啊，哦，啊。啊，你到尾字的时阵吼，会顶伫会停伫你的软上颚遐啦吼。啊，长的啊，哦，啊，长的啊，哦，大家来吼，注意这个声音啦吼。哦，啊，这是啊，吼，啊，就是迄个心情足歹有无？啊，杂的啊，哦，啊是啥？你字是拢无动到啥物所在哦？啊，喙到尾要开哦。压哦压哦，伊是有合喙的，敢若皮尔啦，即、这个压力的压，伊较有合喙。啊，若无就是像即个把压的压吼压吼压水的压吼压，就是伊有一个像个喉塞音有无吼？你然后向往甲缩开，啊，毋过你的喙开吼压吼压吼。按这几个咱慢慢来了解看觅，啊，真正足无法度，无要紧吼。咱就是过来，咱会当伫迄个，你会当听，吼，会当听。啊，过来，搁真正无法度，啊，袂要紧吼。咱迄个开讲室的所在，你着录音嘛，是讲要拍字，吼，来甲，遮来较吼，算较先摆的请教，吼，拢会甲你好好甲你回啦，吼。啊，咱上摆即个吼，啊的啊吼，鸭子啊，吼吼。啊，这个啊是啥货？伊是向停开啦，向停开一个声啦。哦，你若 A 的时阵，哦，你若 A 的时阵就是啊，哦，你拢无停哦，你拢无入声，你就是是啥物货？哦，啊，种感觉是啥？就是我用惊着迄阵无吼，有无吼？啊，就吼。向甲伊缩开，甲伊停开，哦，迄就是 H 的作用，哦，你看 H 的作用就是安尼吼，吼，
即四个爱大家较用心的啦吼，因为即四个足重要是安怎咧？定定去听到人若台语较无好诶，就是即个入声无法度啦吼。有一个足好诶考试啦，你诶音乐会安怎讲？音乐台语要安怎讲？音乐啦吼，音乐吼，这切三个所在啦，音切啥 ？M 啦吼，迄个 M 敢有合喙啦。啊，乐诶，乐先甲你切迄个歌啦，歌嘛是逐个诶难关啦吼，足困难诶难关啦吼，歌啦吼，乐。啊，甲迄个 AK 迄个叫啥？入声乐吼，音乐吼，这一个两个字切你三个音啦，安尼啦吼。啊，咱即马来上尾吼，咱来讲即个，我时间可能超过1点啊吼。咱来讲即个声调，声调有人讲西好把比较唱落啦吼，有人讲啥物人啥物偏低我袂记起啦吼。我会记2组尔啦，因为我无记遐侪组啦。啥物人会偏低啦吼，啊衫底裤看人会偏低啦吼。啊，我用即个就是咚咚咚咚咚咚咚啦吼。你过来，你就一直听着我咧讲即7个音啦，咚咚咚咚咚咚咚吼。是咧。啊，即个吼，我现在要用即组，因为我当初用西洛巴比搞唱好诶时阵，我掠袂出来啦，我掠啊足艰苦啦。啊，现在我要用即组，你甲注意甲看，遮吼，即个3、4，伊5个音吼，伊诶字母是拢共款诶啦，差伫倒位哦？差伫即个第4调甲第8调诶所在啦，伊无共款啦吼。啊，所以伊诶精差是足细，我像迄西好巴比搞唱落，逐个字母拢无共款，伊会拼出来音拢无啥共，歹记啦。啊，你这就咚咚咚咚咚咚咚，像迄个歌曲无，噔噔噔噔噔噔噔吼，安尼有无吼？啊，来我详细慢慢啊读互恁听啦吼。啊，这一般你若是台语较好诶，你看汉字你就拢总有法度读出来哦。你着7条你着足清楚哦。来，第一个是咚。第2个是咚，第3个是一栋两栋的栋，第4个是独哦独监督的独，第4个是独哦。这4个改成各腔口拢差无偌济，第5条嘛差无偌济，有差啦，毋过差无足济啦。第5条叫做吼东书哦，东书是啥？世界大同啦吼，大同电器啦吼，同哦。第7条吼，有一个空叫做东啦吼，东山东啦吼。啊，第8条就乱啊啦。来，阮高雄就是北哦，中北，阮足悬的。啊，所摆我定我的北拢会甲迄个第2条的东同款，我三无三有哦。啊，毋过我尾仔嘛是渐渐分会出来啦吼。你若看东甲独差无偌济啊，独有较短一点嘛哦。啊，所以这就是阮高雄人会拄着难关啦吼。啊来，咱来讲独，啊袂当讲阮高雄啦吼。啊，你若较北部的咧，你会讲啥？中独吼，差不多是这个意思。中独吼，甲东诶，伊的调差不多，所以我较会讲伊7、8调较北部偏伊较差不多啦吼。啊，恁敢有听过另外一个中独哦，海口腔啦吼。啊，所以你这第8条吼，各位吼爱去照家己的腔口哦，啊来去了解讲，你这第8条安怎读哦，啊毋是老师讲的较是对的，个人的腔口较是对的哦。安尼今仔日吼，就上到即个所在，毋知大家敢会感觉有倒位啥物无啥清楚的所在啊吼？啊，因为即张啊对，我有补充要讲的啦吼。即张毋好硬死背啦，毋免一直背啦。你家印出来，放喺你的桌仔边啊啦。你若想要学想要讲好，我即下要开始甲我的时间要奉献到台文来的时阵哦，你就开始去甲想讲啊，比如讲我要写一个文章的文，我会讲无韵文啦吼。啊无伫底，啊你就去查表查表啊查着无啊甲韵，安尼你就查着啊，就是 VUN 尔啦。所以我想要讲足简单，你会当查嘛，你会当查嘛。
像我用这个例啦吼，查甫的查有无？查甫的查，咱遮是毋是有一个 CH 叫做支啊？对无？遮是叫支哦。啊，这个 A 是毋是发作 R 哦？咱有 CH 甲 A， 你拢查着笔啊，所以叫支啊查啊，咱就拍了啊。啊，你这免啊记，毋免记啦，你逐工拍吼，你遐查咧查咧，你就记会开啊啦。哦，安尼好无？哦，啊，你爱去慢慢去练讲吼，ng 啦吼，日哇热啦吼，迄拢甲迄个咱国小咧学注音的时阵共款啦。哦，安尼好无？啊，咱一个作业啦吼。作业拄啊是一个是吼啦，有法度恁就去听一下蒋维文教授的演讲，差不多10分钟啦吼。伊个是台湾罗马字协会所办的一个讲演啦吼，改成1个月1遍啦。啊，请来老师拢袂歹吼，大家当去加因 YouTube 吼，加面册嘛有因的迄个连结啦吼。啊，咱作业我是希望讲吼，大家若有用吼，你摕你的手机啊有无？你这个保温本吼 ，PUN 安尼你就一个来拍过。哦，你拍了，你就慢慢会甲迄音拢记起来哦。啊，即张白话字卡吼，啊找一个所在拍字拍拍的。啊，若你若有法度，就伫你的迄个 S， 迄个啥，伫你的迄个，哦，你咧拍咱的开讲室也会使啦，你咧拍你的面册也会使，你咧拍你的推特也会使，总是做一个练习啦吼。哦，啊你因为你甲 PUN 拍出来，你就会看到迄个1分钟、2分钟的分的汉字啊嘛。哦，啊。好爱拍吼，啊像安尼吼，一个字啊拍出来，哦啊你愈会，你就会看到汉字，啊你就知影讲啊，这个思维法就是安尼甲你处理尔吼，啊你渐渐会当讲，啊你若较要搁较紧诶，你会当去看吼，咱上课用诶讲义吼，我拄仔有小解讲咱闽语内底诶部分，哦啊伊有一个迄个做，哦伊内底啊，不要紧，我分享一下吼。社群的部分啊吼，哦，这是较困难，较头前哦，像这哦，伊遮咧练注音嘛吼，啊，你就像看，你甲拍咪歌啦吼，啊咪歌要安拍，你就拍 BIKO 啊，伊就会跳咪歌出来哦。啊，像你拍内科的时阵吼，你会当先做练习啦，内科你就拍 LIKHO，伊输入法就自动甲你的调号标好啊啦，哦。啊，像即个鹅啊，即个吼，你就拍 GOA 啦吼。啊，佫有一个强调的啦吼，拄啊，咱迄个白话字卡的所在啦吼。即个 O 佫加一点会变怎拍？连续拍2个 O 啦，哦，连续拍2遍 O， 你就拍 OO， 你拍 MOO 就是摸啦，哦。啊，你这 NN 细字的这变怎拍？哦 ，TINN 就是甜啦，哦。啊，咱即马就是差不多是安尼，啊，若是有啥物问题吼，咱即马会当开放大家问问题。啊，正式的课程是到这结束啦。